大家好，我是台语文信望爱的台语老师苏彦德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这首台语诗，叫做《母语的后桥》。咱知影每年的2月21日，就是世界母语日。世界母语日是望透过咱大家爱有母语的意识，互大家认真讲咱家己父母的话。因为语言就是文化的根。加一种语言，就加一粒头壳。望咱的囡仔会当甲咱的台湾话世世代代甲伊传传落去。即马我就开始来念这首台语诗《母语的后桥》，作者苏彦德。母语若断线，阿公阿嬷对心肝，听到爷爷奶奶会倒弹。母语若断线，历代祖先要安怎？拜拜的时念甲流喙烂，公妈毋敢动碗盘。不如信靠上帝甲开挖。母语若断线，咱的智慧减一半。台湾言语甲日克拉话无人传。母语若断线，台湾意识就四散。三山五岳讲袂煞，毋知台湾海岸线。母语若失声，找无祖先的形影，听无灶骹人床前时饭咧后遐的声。母语若失声，啥人是我的亲情？阿姆阿金的称呼无得听。母语若失声，文化的根无性命。布袋戏、歌戏、批交戏拢扫声。母语若失声，祖先的话无人听。囡仔毋捌阿爹甲阿娘，干那会晓讲恁娘。这个是咱母语的后桥这篇文章内底尾啊，我阁有一寡话甲大家来分享，就是讲咱的吼，若袂晓讲母语，咱就减一种语言，就减一种头壳，就真无彩。像讲咱台语呢，有阿姆、阿金，毋过伫中文内底，阿姆伊叫做保姆。阿金伊叫做舅妈，因就无即个阿姆甲阿金即个中文即个词，所以咱的母语实在是真澎湃。多谢大家，各位朋友大家好。伫咱即个母语后桥内底，我有讲到台湾言语，也有讲到日克拉话。台湾言语呢，譬如讲，我用简单讲一句话，咱古早人讲吼，有讲嫁出去的查某囝。逐冬拢会转去后头厝，毋过等甲伊的老爸老母若过身去的时，伊就无转去啊。这真正是下咱的台湾言语讲的，讲爸死路头远，母死路头长。像讲若老爸死呢就较少转去啊。毋过是还阁有转去，所以讲叫做路头远。若老母死呢，因为老母甲查某囝感情较好，所以老母若过身去啊呢，就拢无转去啊，叫做母死路头长。我再讲一遍，爸死路头远，母死路头长，这就是咧讲咱的生活甲四大人的关系。好，来咱讲日克拉话，日克拉话中文叫做洗好鱼。譬如讲，我伫学校伫上课的时，囡仔会讲，足吵有够吵，我就讲，你真正是棺材底放炮啦。囡仔甲我讲，老师，什么是棺材底放炮？就吵死人啊！因为你有够吵的啊！即马呢，囡仔呢若教师讲不时就甲我讲，老师，迄我知，我知，逐项拢知。我就甲讲你阿婆穿戴安分啦。伊讲什么意思？就未扑假扑啦。因为阿婆老扑袂开啦，所以就穿戴安分来经我管啦，所以叫做未扑假扑。重点呢，毋是阿婆嘛毋是戴安分，就是讲你卖到卖，你就要假下安尼啦。这就是日克拉话的趣味。另外呢，咱即马布袋戏，咱知影歌戏可能也有听过。批交戏呢，伊就是用影像人伫内底看出伊的影，伊个是咱民间的一种的技术。不过即马批交戏甲歌戏、布袋戏，拢是用咱的台语咧搬。你若袂晓台语呢，你就看无。所以，我讲布袋戏、歌戏、批交戏。
拢会烧声，就是讲母语若是失声的时阵，咱文化紧就无去啊啦。多谢。